全部。志文啊，大埔醫院今日有啲咩安排悼念鄭夏欣醫生呢？大埔醫院公眾追思角呢一度咧，擺滿咗各界送嚟嘅鮮花。其實鄭醫生97年畢業，一直喺呢一度工作，期間亦都自動請纓參與加入拯救非典型肺炎病人嘅隊伍。可惜因為照顧病徵唔明顯嘅非典型肺炎病人受感染，我哋可以見到現場貼滿咗好多心形嘅字條。無論係你嘅同事，亦或素未謀面嘅市民，都讚揚佢無私偉大。失去咗一個一齊做嘢多年嘅戰友，鄭夏欣嘅同事帶埋鮮花同紙鶴，為鄭醫生送上祝福同懷念。佢為人佢好勤奮，好有勇氣，咁同埋就係唔係好出聲，咁但是咧就係好小心處理病人嘅。一個即係真係典型醫生嘅模範咯，嚇！佢係好好，非常之好嘅醫生嚟嘅。連唔認識鄭夏欣嘅市民都好敬愛佢。我愛佢咯。你愛佢叫乜嘢？愛佢個精神咯，呢啲精神你仲咁，你仲唔愛佢？俾鄭醫生照顧過行動不便嘅李伯伯都嚟向佢表達敬意。醫管局同院方高層嚟到悼念，讚揚佢捨身救人。本來佢係前途一片光明，亦都係一個好年青有為嘅好同事。佢亦都係好勇敢咁樣選擇咗係去沙士病房服務，不過好可惜，亦都係得到感染。對於鄭醫生離開我哋大埔醫院同埋醫管局同埋香港係一個好大嘅損失。雖然係咁呢，佢嘅精神會留喺我哋度。只有30歲未婚嘅鄭夏欣醫生，因為治療病徵唔明顯嘅非典型肺炎病人，4月21號入院治療，4月28號轉入深切治療部，一直危殆，延至昨晚離世。由於鄭醫生係家庭嘅經濟支柱，雙親都係長期病患者，醫管局話會盡力協助佢嘅家人。醫院喺匯豐銀行設立捐款戶口，又或者寄支票捐款。到目前為止，已經有8個公營同埋私營嘅醫護人員因為感染非典型肺炎離世，而政府亦都對於接連有醫護人員離世覺得好哀痛。而鄭醫生嘅求學時期嘅中學同埋港大醫學院亦都有悼念儀式。由温志韻報導。港大醫學院院長林兆欽連同港大醫學院副院長梁憲宣到大埔醫院追思閣悼念鄭夏欣醫生。林兆欽話：鄭夏欣97年喺港大畢業，仲記得佢文靜有禮，上堂唔係講好多嘢，但係次次都有備課。教佢腸胃科嗰陣時咧，心裏邊明知佢係備咗課先至上嚟嘅，因為點解？因為答啲題目非常有條理。咁其實佢個人都係好有條理嘅人啦，做事就係非常之認真啦。熱愛人生，熱愛醫學，熱愛嘅工作。咁今次真係好可惜，個天都唔知點解咁唔公道，咁快就召咗佢上去。而港大醫學院喺醫學大樓設立追思閣悼念鄭夏欣醫生，同較早前逝世嘅私家醫生張石軒同劉大軍。曾經係鄭夏欣醫生嘅中3班主任陳永強話：鄭夏欣中1至中7都喺沙田官立中學讀書，雖然已經係10幾年前嘅事，仲記得鄭夏欣成績非常好。為咗救病人而獻上自己生命呢，呢一點個無私嘅服務精神係值得我哋嘅同學去仿效嘅。行政長官董建華發表聲明，對大埔醫院鄭夏欣醫生嘅逝世感到悲痛，又讚揚鄭醫生嘅高度專業同埋無私奉獻嘅精神，並且向佢嘅家人致以深切慰問。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對再有醫護人員離世感到惋惜，又話以醫護人員為傲。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對接連有醫護人員逝世感到難過同悲痛。而喺威爾斯醫院，繼續有醫護人員同市民到公眾吊唁閣，向殉職嘅病房服務員黃更替致哀。醫管局就話，現時仍然有3名醫護人員喺深切治療部留醫，包括一個公立醫院嘅健康服務助理同2名私家醫生。亞洲電視記者温志韻報道。
而大埔醫院呢一個公眾追思角仍然會繼續開放俾市民同埋其他醫護人員嚟到悼念嘅。喺度報道係咁多。